各位餐廳老闆有冇試過會員開咗廣告落咗優惠做咗，但係都欠缺回頭客？咁 Kelly 今次話俾你聽，偏呢點樣出招幫餐廳，等啲食客未埋單就已經諗定下次幾時再嚟。其實一間餐廳可以令 Kelly 呢啲食客食完仲會想返嚟，唔單止靠味道。首先 QR Code 自助落單幾方便，唔使等餐廳員工先落到單。最正係嗌完個餐埋單之前，系統會提示餐廳有券包可以買，少少錢就有幾張 coupon，客人見到平又即刻買嚟用，好多時真係會順手買埋。券包咁平 ，Kelly 仲有成5張券喺手，因為仲有券未用，下次自然會再嚟啦。所以客人買券包就等於幫餐廳預約下幾次生意。仲有啊，偏偏可以幫餐廳將專屬會員卡直接放入手機銀包，唔使驚唔見實體卡，亦都唔需要 download Apps， 只要每次埋單，系統會幫你自動儲印花。咁樣嘅餐飲系統先至夠晒 make sense 噶嘛，先至會令到我呢啲咁嘅食客一直有動力繼續儲落去。你間餐廳爭嘅唔係味道，係一個令食客翻轉頭嘅系統。想啲食客食完一次變成次次都嚟，快啲 call PME啦！